Sony 見細緻見不凡，細節演繹完美。全新 Sony Xperia Z2， 全球攝錄最強 Android 智能手機，讓你以 4K 超高清解像度拍下每個精彩時刻。只要簡單一掃，即可放大影像，清晰查看重要細節。4K 超高清解像度為全高清解像度之4倍。你不單可於 4K 電視或投影機觀賞你嘅影片，亦可於全高清屏幕欣賞一般全高清像素版本。全新 Time Shift 影片模式，讓你拍攝每秒高達120格嘅影片。使用簡易嘅 Time Shift 影片編輯工具，讓你可在任何段落加插一段或多段慢動作，隨意調校慢動作長度，然後一按播放，即可以慢動作重溫精彩動作細節。Xperia Z2 內置一系列創新智 Social 相機應用程式，全面豐富你嘅拍攝樂趣。創意效果功能備有眾多款特別效果，讓你可為相片及影片加添獨特趣味。即時預覽所選效果，方便你從中挑選。創意效果支援拍攝相片或影片，為你帶嚟更有趣嘅拍攝體驗。背景散焦模式，讓你點選相片焦點。智能模擬專業嘅景深相片效果，在拍攝一刻，同時拍下2張不同焦點相片，並自動糅合成不同景深效果。然後讓你可自行調校所需背景散焦程度，拍攝景深相片從未如此簡單。影片建立工具讓你可編輯影片，簡易地剪裁你想分享嘅片段，更可以為其中一段或幾段影像加上慢動作效果。預覽完後即可儲存並分享給好友。Sony 獨家 Triluminous Display for Mobile及全新 Live Color LED 顏色活現技術，顯示更豐富色彩。X Reality 顯示引擎則自動以智能優化所有影像內容，至接近全高清質素。Xperia Z2 內置立體聲雙喇叭及數碼噪音消除技術，透過最好嘅音效技術，帶嚟極致清脆音質及細膩音效。數碼噪音消除技術有效減少高達98% 嘅環境噪音，無論你身在何處，都可全程投入你個人嘅娛樂世界。SPH80 立體聲藍牙耳機，支援 NFC 一觸即配功能，易於操作，外形與人體頸型相近，支援 HD Voice 高清話音，防水淺設計為運動佩戴而設。創新外置式立體聲收音咪 STM10， 易於攜帶，輕易錄製立體聲高質音效，配合 Xperia Z2 嘅 4K 超高清攝錄功能，為你錄製媲美專業級嘅超高質素聲畫影片。嶄新 Smart Band 智能手帶，為你記錄你全部嘅生活點滴。配合 LiveLog 應用程式，為你記錄步行、跑步以及睡眠等活動數據，仲可以顯示你所拍嘅相片、所聽嘅音樂、玩過嘅遊戲，以及你每日與朋友嘅互動。發掘你嘅生活點滴，設定你嘅每日目標，從而計劃活動日程。Xperia Z2 以最頂尖材料精心打造，前後機身均採用強化玻璃製造，完美融合至一體化嘅鋁金屬機框之中，配合最強防水防塵功能，每一項細節都演繹完美。見細緻，見不凡。Sony Xperia Z2。